再次跟长官贵宾报告，我们邀请各位长官贵宾呢，我们找到您的位置，我们准备来入席就座。好，现场准备了非常别致的雅座，希望各位长官。请用剪，邀请我们现场长官贵宾为我们剪彩，顺利成功，旅程良辰吉时，大吉大利，剪彩成功，谢谢大家，谢谢。这个所有的参展的单位能够筹办了这么好的一个游艇展，能够让许许多多的市民朋友，还有许多我们的游客都能来看到台湾的造艇的实力，以及这个对于游艇玩游艇，对于海洋这个休闲的一个开拓，我们觉得是非常好。海南是一个海洋的城市，结果到现在建成即将满400年了，我们才第一次办游艇展，我们觉得其实是来得晚了，但是迟来的正义还是正义我们还是希望说今年的游艇展能够办得成功，办得好，每年以后吸引越来越多的人。那其实今天这一次的游艇展22、23、24 3天，可以汇聚了许许多多艘的游艇。那主办单位也筹办了非常多的活动，包括瓷器展，包括这个创意展，以及许多的这个可以休闲娱乐的地方还有好多美食。所以我们觉得其实大家都来参与，我相信一定有非常多的人能够
有这个意愿来参与。虽然它每天限量参观，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说辽国公司能够再开放一些名额给许多项羽的市民，那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见识到有这么美好的地方。那将来在开发案上，我们也希望说能够很顺利在不管中央的交通部航港局，或者是地方的台南市政府，我们一定全力来配合整体的这个游艇码头的辟建，以及整体的游乐设施，以及整体的观光景点的一个辟建，这点我们是非常具有信心的。台湾的游艇呢，刚处于这个南海的市场，我们台湾的游艇产业刚要蓬勃的发展。那以前因为船舶法没有通过这个游艇专章，所以台湾人要出海呢，一定要透过渔民证。那现在凭身份证就可以搭游艇出海哈，所以政府这几年一直在开放海域，来让我们民间业者来开发这个游艇码头。有了游艇码头呢，台湾人就可以开始来购买游艇。那我想台湾的这个经济实力是很好，买这个游艇帆船呢绝对不是问题。重点在没有好的环境让我们来购买来使用。那这一次很高兴这个航港局港务公司跟我们合作，那我们在安平可以开发这个，因为这个水域非常的好，我可以在这里开发这个台湾最好的游艇码头，它也是属于国际级5星锚以上的游艇码头。那以前的码头呢，只是在做停泊跟补给，那我们现在结合这个休闲，它有观光饭店啊、商务啊、餐饮，把它集合进来，它已经不是以前只是停泊，它现在要有这种休憩的功能，也可以让市民呢，可以借由这个码头呢，更加亲水亲海。玩各式各样的海上休憩的活动。那我们选择台南呢，因为我们觉得台南府城它是台湾文化的一个起源发源地，所以我觉得这样子在台南安平港呢，能够有在白洋区在台湾的第一个项目呢，它完全符合了月融的价值跟月融一直以来所要求的一个精神所以我们觉得在安平港这里能够有我们的第一个项目，我们感到非常的荣幸。而我们从一开始呢，把这里定位成搭网是符合年轻人的品牌。在去年呢，我们把它改为了这个重视亲子品牌的Angsana 月村。那在昨天呢，我们刚刚呢跟这个雅果集团签订我们希望把这个整个安平港的整个区域呢，把它提升为Angsana Park， 也就是月村的这个集合那么这样子可以把整个区域呢，整个符合国际集团的一个标准，然后我相信呢，在未来是非常大的一个发展。